一把聲音，一段段嘅旁白。過去我同大家一齊分享過每個他鄉中國人嘅故事，一次親身嘅經歷，一雙眼睛，一段段嘅訪問。今次係我5年嚟第一次真真正正聯同攝製隊走訪他鄉。明年那個年代到波蘭來吃，親身踏足他鄉嘅土地，親眼目睹佢哋嘅經歷，體驗佢哋嘅苦，分享佢哋嘅。今日係2011年11月11號，我哋而家響咧水街同埋咧薄扶林道嘅交界。我哋今日咧就去探討一下一個問題，就係叫做活響貧窮線之下嘅學生，佢哋有啲乜嘢做喎？快啲跟我過嚟！好，嚟到依度咯喎，不如我哋就過去睇下佢哋發生緊啲咩事啦，跟我嚟啊！咦，你哋喺度做緊咩啊？喺度賣帽，我哋點解喺度賣帽啊？呢頂帽15萬㗎嘛，我哋籌翻我哋啲學費啊！我哋要賣幾多頂帽先可以籌到我哋嘅學費啊？一頂如果15萬肯買咪籌到咯。咁我哋真係要賣15萬頂。啊！真係。喂，走鬼啊！走鬼啊！